进去采访里面？对啊，全程在里面啊。拍照吗？拍影片？我连有影片有照片，但不是我拍的，因为我腿已经软了。所以刀下去的那一刹那，你腿就软了。也不是突然，就是心疼啊，难过，很难过，非常难过，就是快哭。看到老婆这样，真的很难过。然后后面这小孩出来嘛，然后护士就说：“爸爸要去看一下小孩。”对啊，可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讲在里面讲的第一句话是说：“小孩子健康嘛，健康 OK 好。那请问一下，我老婆什么时候醒过来？”我当下其实情绪，但我因为小孩已经哭了，我确定儿子OK 了。那我就拼命问护理师说：“我老婆什么时候醒过来？什么时候醒？她真的什么时候醒过来？”因为我当下所有的精神跟担心都在老婆身上。对，我非常怕老婆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赶快醒过来。因为在生以前我就害怕了，因为她是高龄的，所以其实我非常紧张，非常害怕。半麻后来就是变全麻，她其实后面也是睡着了啦。他是剖腹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医生说可能会对小孩比较好，因为儿子头稍微大了一点，对，遗传呐，对，他头大了一点。然后你说，老婆就从头到尾都在睡觉，然后我是有看到一点点，我就这样，我就把头很低这样都不看，然后护士跟医生呢，麻醉师他们可能是见多了啦，就说爸爸要不要拍照，要录影啊，你手机给我帮你拍。护士哇，他们还可以谈笑风生，说录，出来咯，这样子拍照，那完全动不了这样。你是觉得怎么样？有点血腥。对，其实我这里面我有一度要哭，可是我哭的点是，就是医生下到那一刻，我看到就是老婆在上面下到那个，我有点难过。肚子被剖开。对，我是害怕这一点。对，他也很可爱。他进产房，医生说，听什么歌？我们播歌给你听。我要听我老公的寺庙 MV， 因为有首歌叫寺庙，所以说然后一直播 MV， 一直 repeat， 所以在产房里面吗？对啊，所以生下来我包括儿子出来第一首听到的歌是我的歌，所以这 repeat。心疼老婆，那他应该不会再生第二胎了。我是不想，我觉得他这样妈妈很辛苦啦，生小孩真的很辛苦。那亮姐自己想再生第二胎吗？他是说随缘，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老婆这样子，我觉得心疼她，真的我是觉得不要再受这种苦。你会去结扎吗？我当然不会，我不会去结扎，就不会啦。对，我不会结扎，我们那个安全措施好一点就好，不会结扎啦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，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